古地剑，我们就以这荷叶为界，谁若先掉下来，就算输。好。小殿下，你这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？对付你足够了。小殿下何时变得这么厉害？小殿下，你输了。你明明动了手脚，输就是输，堂堂主神难道输不起吗？古地剑，小殿下约战之时，言之凿凿说不会用古地剑。可古地剑可劈天斩地，若是小殿下用古地剑和夏君比，那你放心，我自然会赢得光明正大，绝对不会拿神器欺负你。如今输了，却拿夏君撒气，未免欺人太甚。小殿下到底是年轻气盛，开始之前也没说不能使用法术。见过白绝神尊。见过神尊，神尊莫要怪罪，雪鹰就是想看看，到底哪里不如小殿下。没想到侥幸赢了一时半招，却惹来小殿下如此不快。侥幸赢了，雪神说笑了。若不是雪神动了手脚，不出10招之内，上古必定赢你。你比他差的，在招式，在勤奋，更在于心境。听见了吗？还好来了个明事理的。雪神若现在请罪，说不定本殿下一开心就……住口！今日比试到此结束，都退下。是。我们先告辞。你不好好修炼，却在桃园林如此胡闹。别人不过用一道法术就能将你算计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白绝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好恶不言于表，这是你最该修炼的心性。雪神和众神不过说了几句，便气得你拔剑约战，那将来3界诸神如何信你？天下如何心安？雪莹她撞坏了我们的风筝，不过是个风筝，坏了再做便是。身为主神，身负神界安宁。今日这样，那来日呢？那风筝于你来说是个小玩意儿，于我来说不是。上古。